咁啊有一個牌子咧，我就有幸啦，有機會見證住佢哋嘅發跡啦，一步一步咁登上一個前所未有嘅高位啦。咁啊正所謂咧，樹大就招風，有咗成就咧，身價都上漲，自然咧就會受到多方面嘅質疑啦，質疑佢哋嘅質量啊，質疑佢哋嘅定價。嗱，其實呢啲質疑咧真係多鬼餘嘅，係好主觀，因為客觀嘅事實就係咧，其實佢哋嘅定價同埋質素嘅正比咧，其實咧就由全世界嘅市場去嘅標迷啦去定義。咁點解 Tudor 永遠都只係做二哥呢？你覺得 Tudor 唔想定價高一啲咩？咁點解用通用機芯嘅 Hublot 竟然可以賣到10萬蚊以上呢？點解日本某個牌子咧用 Miyota 嘅機芯賣超過1萬蚊呢？都仍然受萬人追捧呢？咁啊，2017年咧，佢哋就第一次以 Kickstarter 咁去推出呢個 Livida 啊，呢個意大利文潛水艇嘅潛水錶嘅一個系列啦。咁就有一艘意大利好經典嘅潛水艇呢個名啦 ，Livida 咁樣 ，Lividi 咁樣嘅命名啦。咁啊，結果係點咧？咁當然就係非常之成功啦。牌子亦都正式咁樣去出道。咁啊，8年嘅時間啦，我都經常強調佢哋已經唔再 Michael Brand 啦。咁啊，當然有啲人仲係覺得佢哋 Michael 嘅話咧，我都控制唔到嘅。我之前嘅其實都有3集介紹過佢哋，絕對值得大家再重溫，了解翻佢哋多一啲咧，包保你有不一樣嘅了解。咁啊，今集咧就集中火力講翻呢一隻最新作啦。其實 Fantasyanical 兩個最 iconic 嘅地方。第一咧就係佢嘅一啲超級意大利背景嘅一啲特徵。嗱，第二咧就係佢用一啲好獨特嘅材質做佢嘅標盤啦，用一啲特別嘅材質嘅話咧，嗱佢哋絕對唔係咩獨有嘅。咁但係適當嘅時候用適當嘅材質咧，先至會令到個牌子更上一層樓嘅，而唔係一啲牌子咧為用而用。咁近年佢哋其實都集中火力將呢個材質咧就放咗呢個Lavidi 咧，Lavidi 嘅潛水艇、潛水錶啊，成日講潛水艇、潛水錶嘅系列。咁啊，對上一集已經介紹咗佢哋一種好獨特 Tiffany 顏色嘅一個石啦。咁啊，今次嘅話呢，一樣係好特別，係一種以實驗室去種植嘅一個石面。咁啊，英文咧其實就叫做 Opal 咁樣啦。我都唔知中文係叫咩，總之係一種寶石咁樣啦。嗱，我直接就將網站咧好長嘅名咧，嗱 copy and paste 放咗喺呢一度。咁啊，大家睇一睇啦，好長。咁啊，有個牌子我都見喺日本嘅呢個牌子我都大約有啲印象。咁啊，總之睇起上嚟就好複雜。但係如果你淨係睇成分嘅話咧，就 SiO2 啦，即係 silicon dioxide 咁樣啦，叫做即係80% 係用矽啦 silicon 為主，剩低嘅20% 咧就係一啲樹脂啦。嗱，總之咧就係非常之閃耀，非常之獨特。喺唔同嘅光線嘅情況下咧，有唔同嘅折射啊。作為潛水錶嘅一個錶盤咧，就好似喺潛水入邊咧有唔同光線折射一樣啊，咁啊都幾靚下嘅，我自己覺得錶盤一樣有一層咧好似透明咁樣，如果你睇真啲，令到嗰啲 index 咧睇起嚟咧就好似浮起一樣咁嘅，令到成個錶盤咧更加之有立體感。嗱，一樣係 Lavidi 嘅42mm 啦。Tungsten 嘅錶圈，即係鎢嘅錶圈，已經我諗慢慢咧呢個 Tungsten 咧成為咗牌子嘅一個經典嘅配置。嗱，只要你睇過實物嘅話咧，一定感受到嗰份咧不一樣嘅氣質。仲要記住唔好包住隻錶睇，嗰份閃爍、嗰份閃耀咧，有一種咧超乎咗一般金屬拋光嘅效果，但係做到非常之耐刮，即係幾矛盾。但係其實我覺得又幾神奇嘅呢件事上邊。嗱，建議大家咧有機會真係要睇下實物，機芯一樣都係 SW28嘅機芯啦。嗱，值得一讚咧，呢度終於都肯做翻個透底俾你啦。點解咧？因為 Lavida 個名啲意大利文好難讀啊。大多數咧其實佢哋都係唔透底嘅。咁雖然咧 SW28咧其實就唔係一個咩值得細微嘅機芯啦，但我成日覺得咧呢個係一啲錶廠嘅一個誠意，要做透底咧嗱，先唔計額外嗰個藍寶石成本啦，更加重要就係呢個牌子要確保機芯嘅打磨見唔見得人先啦，唔可以太差，或者裏面一啲結構咧見唔見得人先啦。咁我覺得絕對呢個係一個點都係一個加分嚟嘅，值得一讚嘅。咁啊，頭先都提及到 Fantasyanical 其中一個堅持咧，就係同一啲意大利有關嘅一啲元素嗱。只不過我諗都冇諗過，連呢條金屬嘅鏈帶呢個款式咧，都可以有一個意大利嘅命名，就用咗一個意大利一啲歷史人物去做一個命名，叫做
Sansovino 唔知點，唔係好熟點讀 Sansovino， 係一個喺文藝復興時期嘅一個雕刻師。嗱，我都不得不佩服牌子喺呢方面嘅細心，可以咁 consistent 咁去說好呢個意大利故事，犀利犀利。嗱，絕對真係唔可以用價錢去衡量。鋼帶嘅話呢，其實價錢又相對地高一啲啦。定價呢，其實港幣就我見到其他網店就賣緊12,990蚊啦。嗱，我經常強調呢，定價嘅高與低呢，就真係由市場自己去定案嘅，又唔係我哋自己一味主觀地覺得佢貴啊平啊。咁 LV 啲皮人造皮嚟㗎嘛，都唔係真皮啦，一樣可以賣到咁貴。咁有啲人會 challenge 佢嘅產地。又係一個好奇怪嘅 challenge， 好奇怪嘅論點。所謂 Swiss made 其實好多 parts 都係其他地方製造嘅啫，只係喺瑞士嗰度裝嵌。iPhone 其實咁多年嚟都係 made in China 噶啦，仲要年年加價添。其實我哋買嘅係牌子嘅品質，而唔係牌子嘅產地。嗱，假如呢度我問大家一個問題 ，Apple 呢間公司分別喺中國同埋分別喺瑞士設廠做同一件 iPhone 出嚟，大家會唔會覺得有咩分別呢？我真係唔會覺得有咩壓倒性嘅分別。但係如果同你講瑞士做嘅嗰部 iPhone 要貴3倍，你又點樣諗呢？咁所以呢，其實繼續爭論嗰咩定價呢、咩產地呢，係冇意思嘅。個價格其實真係由市場自由咁去決定啦。就等於我主觀地希望 Hublot 用通用機芯嘅 Classic Fusion 可以平啲，因為我其實一直都好中意呢個 Classic Fusion 嘅嗰個設計。咁但係可惜，我自己都錯咗啦，因為原來發現好多人係唔介意呢個定價嘅，證明有佢嘅支持點。可能只有我一個人覺得貴啦，起碼我真係覺得話個價錢咁離地嘅，用普通嘅 SW200，我講緊 Hublot 啊，竟然可以買到呢啲價錢。咁個結論啦，主觀地批評佢貴呢，就真係冇咩太大嘅意義。加上我成日都強調啦，小弟都唔係咩聖人。嗱，我嘅角色呢，都係一個媒體角色，主要咧都係帶俾標迷唔同嘅一啲手錶資訊。嗱，中意嘅咁咪簡單俾個 like 咯，留言一下。咁啊唔中意嘅都希望你俾個 like 啊，當支持下我做付出咗啲時間去做呢條片。咁就不得不承認咧 Fantasyanical 咧越做越好咧，就真係一個事實㗎啦。水漲就自然船高啦。我諗從商嘅角度都係人之常情啦。定價就代表一切。嗱，我都唔係咩馬後炮。其實好耐之前咧，我已經提及過啦。嗱，當時 Fantasyanical 咧，我應該大約佢當時出 Ultra Black 嘅時候啦。咁我就提過就話 Fantasyanical 咧好似啱啱通過咗一個臨界點。一個咩嘅臨界點呢？就係打動咗真正嘅標迷去留意呢個牌子。嗱，記住我所講呢，其實就係標迷開始留意咧，因為只要標迷都留意呢，其實就係牌子最好嘅廣告效應。因為標迷之間嘅討論呢，對牌子嘅形象有更加之你賣10個廣告都唔夠標迷自己之間嘅討論。咁之後佢哋嘅路呢，其實就越嚟越順啦，越嚟越易行咁樣咯。嗱，暫時呢嘅推測都仲係成立嘅，絕對值得大家嘅標迷咧同我一齊見證住佢哋慢慢嘅成功。希望呢個牌子之後有更加多驚喜之作。中意今集嘅內容呢，中意我嘅分析呢，麻煩都俾個 like 啊，留言一下，發表下你對呢個牌子嘅一啲意見。嗱，不過呢，我自己最期待 Fantasyanical 下一隻呢，希望唔好再出咁多潛水錶款，因為我自己呢，就唔算係一個好中意潛水錶嘅一啲愛好者。希望佢下一隻呢，有多啲驚喜啦。我哋下一集再見，拜拜。